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今年第14号的风台敞风、冲风，这个强度继续咧增加，已经转为重度的风台。气象局讲，这个风台伫咧拜五会转北平往日本的方向去。虽然讲这个风台未冲来台湾，但是拜六进前，北部甲东部拢会受到东北风的影响，会来落雨，温度嘛较低。啊，到拜六国庆日。水气就会减少，除了北部甲东部沿海会有一寡阵雨之外，其他的所在拢真好天。总统府前国庆舞台已经搭好啊，天公伯也嘛真配合。第14号风台冲锋，路线是往乌吉拉瓦过去，后来佫转北向日本本岛，对台湾无直接影响。应该注意的是，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东北风的影响，北部东部可能出现长影。 长浪的区域呢，包括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、恒春半岛，还有马祖。那时间的点的话，会在8号到10号。提醒乡亲，若连假要去海边佚佗，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因为东北风真正是有够透。气象局伫今日发布了上强风特报，台南以北、东半部、恒春半岛、外岛拢真够有8级到10级的强阵风。伫拜六前，北部、东半部卖落雨。 那桃园以北跟宜兰云多有短暂雨，那花东地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雨，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是比较凉的。那其他地区虽然说影响比较小，但是早晚也会比较凉。拜六东北季风就无遐透啊，水气有减少，除了北部、东部沿海会有阵雨，其他所在大部分拢是好天。 因为拜上半日，东北季风又会较透，又会变成落雨的天气。好运的是，这个周末有一个好天气，会使安排出去佚佗啊。